欢迎收看今天的感动时刻。台东鹿野乡的瑞园社区，除了有台湾后山的好风光，还有美不胜收的花布灯笼争艳。原来呢，这是社区的乡亲成立的客家花布灯笼工坊，以充满喜气的红色花布作为主要的素材，每一盏灯笼都是大伙的心血结晶，诉说着浓浓的客家情怀，因此曾经获选为元首送给外宾的礼品，还外销到全球17个国家。一盏一盏灯笼变换各种姿态，不变的是大红的客家花布，诉说着乡土情怀。这些花布灯笼大有来头，来自台东鹿野乡的瑞园社区，92年成立花布灯笼工坊，以充满喜气的红色花布作为主要素材，曾经是元首送给国宾的礼品，还外销到全球17个国家。社区发展协会就是重要推手，结合邻近社区客家乡亲的力量，每一盏灯笼都是他们的心血结晶。客家跟灯笼的一个姻缘，只要他家里他的小孩如果结婚了，娶了媳妇，绝对挂灯。只不过我们把它转变成是花布的一个灯笼。好，一般正常灯笼的话是没有像这个花布这种的花草，这种的样式。灯笼是这么样子来的，客家庄的一个所谓的风俗。村长也当起了木工，从骨架制作开始，全部都是纯手工，坚持用木头不用塑胶，才能呈现传统风情。下一步就交给社区妈妈的巧手，客家花布剪裁也很费工，每一针、每一线、每一寸拿捏都不能马虎，仿佛是用心的在为灯笼制作新衣裳。包括我们当地除了花布灯笼，灯笼工坊还不断研发用花布做成袖套、包包，让客家意象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。水车发电现在已经不多见了，社区里从前的碾米厂和烟楼都被保存下来，改建成了餐馆结合文物馆，让年轻的这一代知道有这个东西，为什么有这个东西，这东西在哪里，好在哪里，这是怎么来的，所以说我们要保留它，把它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说有我们祖先的智慧。瑞园社区上下动起来，推广在地客家文化，联系着他们的就是这股热忱和对土地的热爱。台东鹿野的客庄，浓浓客家情，大大的灯笼，大伙儿一起做，一针一线，花布变幻万千，照亮碾米厂和烟楼，也照亮我的感动时刻。